為了讓國際教育早日去校園日常，台南市教育局吸取台灣 SDGs 協會13日在北區立林國小舉辦日本大學生前進台南國小國際理解教育甲應屬交流行動。市長溫鐵也親自歡迎這群來自日本和光大學、州南公立大學甲予以國際大學總共14位師生，透過文化分享甲應屬議題課程，帶領5、6年級的學生在活動當中認識日本文化，也讓囡仔為校園出發，看見更加擴闊世界。日文叫做提瓦托利，一起念提瓦托利。OK， 哥哥，いただきます。那日文的話，公祭的叫聲是 OK。日本的大學生來跟我們的5、6年級的同學有一個這樣的互動，那讓同學了解說，其實這不只是我們自己的課綱，是一個世界人類跨國之間大家共同信奉的一個共同的準則。那所以我們這樣部分對於日本的人來講，對於我們的同學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也期待這樣的一個互動，能夠讓我們同學在小時候，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胸襟以及這樣的一個認知。那對於將來他們在學習或出社會之後，就能夠減少更能夠減少一些什麼霸凌啊，減少一些性平案件，然後能夠更在意環境永續，更在意人權平等。立林國小校長王全興表示，對着這次交流，立林國小的學生嘛真歡喜，會當將台南的歷史文化、美食小吃介紹給日本的大哥哥大姐姐。我們立人國小的小朋友也非常高興，這次非常歡迎日本的大學生來入班來授課。那我們小學生呢，也會用我們台灣台南上在地的文化歷史個咱台南上好吃的小吃來介紹咱日本的好朋友大哥哥大姐姐來跟他們做一些很高興的一些交流跟互訪。那希望我們這次的包含日本還有台灣這麼好的一個友誼，能夠永遠的一個永續的傳承下去，也能夠呼應我們的這次的最主要國際理解 SDGs 的這樣的一個目標。台灣 SDGs 協會理事長黃佳慧表示，協會長期投入應屬發展甲國際理解教育，希望透過多元交流甲課程設計，讓囡仔自細漢培養理解他人、尊重差異的能力。這次活動也將應屬觀念自然導入在學習現場，進一步豐富囡仔對着全球議題學習經驗。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